接下来，我们要来讲二看啊，沙士变色三九胎，睇讲二已经是100万泰元呢。虽然讲二央政府对98年起始，到年芦苇盘奖励移除数够重要，10年来一年内出权数量啥行係越來越多。上一條新聞講到嘅美族四腳山、亞族四腳山嘅野花出權能起始，我哋還有機會去動。政府啥認證，現時感覺也誤會，唔係按理會無能無力。睇下個時節有學者批評，也算提出建議，不過也有人慢慢地落實到生命教育課程，會對教育來做稀釋，減少外來入侵活動嘅傷害。呀，對你按部頭唔衰麼？係天流馬嘅喏。唔但搶睇野外，就連係學校地度嘅生意呢，嘛顯出出嚟天流。來到假日市嘅公園，嘛有人親人之內睇引擎，一種細細隻嘅切冇變嘅東西，而係對古巴來嘅沙士變色三九胎。當初進來嘅時候，最早的記錄就在三界埔這一帶發現嘛。那這個比較可能性的推測就是跟着一些園藝植物進來，因為三界埔是一個典型的農村，然後它有一些植栽或苗木的需求。那但是詳細情形不可而知。一個看起來無乜嘅傷害性嘅東西，透過進口嘅蔬菜，無就係園藝嘅植物，本人帶落到台灣來，因為前10年這邊嘅環境，故所族群因控因態。唔過想起來，沙士變色三九胎，其實唔會引來去嘅爬蟲類，會擴散單單攏係人嘅問題。就根據國外的文獻啊，其實就算繁殖季的公的，它要去搜尋哈，它最大的活動範圍才35平方公尺。那如果是雌蜥蜴啊，母蜥蜴，它可能平均大概也只有6平方公尺，它可能就在一個住家附近的雜木堆，那旁邊都沒有沙士變色蜥。那我們連續監測了3年，它就在那個社區，就在那個區域。根據調查，一下族群的移勢，攏係對三界埔一個比數影響大嘅。或者就配講，可能係對苗圃等等使用嘅走出來嘅。許多嘅花市，韓國其他嘅蔬菜，一下睇新竹未出現嘅沙士變色三九胎嘅族群。大部分我認為都是無心之過，就是我們在移動的時候就會帶來帶去。甚至三界埔那邊的農民也會開玩笑說，沙士變色蜥會坐車啊，因為他們在整理農田的時候，沙士變色就跳上他們的貨車，那帶到哪裡去不曉得。沙士變色蜥它的移動距離其實並不會這麼的廣，它其實因為沙士變色蜥它喜歡棲息在樹幹或是灌叢裡面，所以其實就是要呼籲民眾就是說，譬如在購買苗木的時候，在移動苗木的時候，可能要稍微看一下你的植栽上面是不是有沙士變色蜥。因為沙士變色蜥很容易就照着我們的苗木的移動，由這一處擴散到那一處去，會造成整個族群的擴散。沙士變色三九胎去到內農館，一下睇假日天氣已經有幾百萬米嘅，當天天呢睇佔台灣原生物種嘅生存空間。它的那個腳趾頭很長，然後腳趾頭有爪，那爪子的下面還有一個很像壁虎的那個皮瓣，所以它也有這個壁虎的功能。說實在，它在環境裡面適應力應該是蠻好的啦，因為它對這個很多森林下層的地方哈，或是農墾地啊、住宅區，其實這種地方它都可以來利用哈。沙士變色蜥就是目前哈，雖然對民眾的生活沒有造成直接的影響，但是它其實對生態，它會跟我們原生種的蜥蜴會有相互競爭資源。對，會造成我們本土蜥蜴的棲地環境受到限制。對，那其實也有根據研究，它是會，有沙士變色蜥入侵的地方，其實它的生物多樣性是會降低的。雖然今年政府對98年起始，每一年攏有提判獎勵移除數夠重要，不過出權上有加冇少。經過那個專家學者的監測計劃，其實有發現到103年的時候，那時候數量是100萬隻啦，然後到104年的時候，那個數量高達到250萬餘隻。這件事情交給民眾做，有時候就會變成它是一個短效性，可是你看不到任何成果的問題。對，就是有時候大家會覺得說，那大家都群起一起來抓，似乎好像可以看到一些效果。可是因為這件事情就是交給比較不太了解動物習性的人，
它可能会因此就是让像蜥蜴，它们可能会惊扰到它们的就是生活范围，那它们可能会跑到更远的地方去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反而会让族群扩散。106年的移除数据的第一年，97万元的预算就一下半年2,000嘅，经费决定的移除的市场。目前呢就冇这个移除嘅，不过政府的传推冇睇淡乜嘅政策咧，万年内几好呢？故说港医院政府10年来嘅移除工作係实回ям路大拍行。沙氏变色蜥它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繁殖策略，就是说它不用每次都交配才产卵，它可以交配一次，然后它有一个储存精子的结构，它可以让它一直不断的产下可以繁殖的卵。日本对2005年就立法来防一条外来游客的物种，不过我哋中央韩国地方政府拢认为，无论是沙氏变色三脚胎，也是绿色四脚鲨，无就是迷族四脚鲨，一条外来有伤害性的物种，还冇措施乜嘅生态嘅伤害。故所无论係睇政策立法，韩国移除工作，拢做到冇难冇难。我们有列21种，就是说要移除的哈。那但是绿鬣蜥这个部分哈，是因为是最近这1-2年来才开始那个比较明显哈，而且各界关注绿鬣蜥还没有列入。但是虽然没有列入，那我们在策略上，还有在跟先政合作上，我们还是以这个移除为优先啦。就是像日本或是一些国家，他们会有外来种专法。就是针对一些外来入侵种，他们去做一些适用他们的法律。那以南部来，我们台湾南部来讲，很多人是抓来贩售的，因为你贩售地点你没有限定在台湾哪里，那只要气候合适的话，因为它现在贩售它的价格是很低，以前一只绿鬣蜥差不多是几万块，就是对啊，就是1-2万，那现在大概几百块就有了。那你 OK， 你门槛低，养的人就多，那有可能又造成更严重的外来种问题。林务局这个部分，它可能比较等于说它管理到就是进口端这个部分，可是国内的部分它完全没有针对入侵种这个物种，去做买卖约束，或者是说扑杀牺牲这个部分，它可能没有很强，就是它的力度没有很强。外来生物如果没有一些限制，比如说不得持有或饲养。除非研究，或是除非哪些条件，那大家一定可以来抓。然后我养一养之后觉得不好玩了，可能就或是不想让它溢出，都有可能造成另外的问题。移除行业政府单位也下对付外来有伤害性的物种最主要的方式。不过，也下政府抢8000多万的预算，就会包山包海马嘅路移除体，将人哋暂时用的移除工作根本就係冇采工的。像去年106年就1000多万了哈，那我们希望明年哈，我们还是有继续在编预算，会继续来协助。1000多万是沙氏吗？是给县市政府，因为除了沙氏之外，还有你刚刚讲到的绿水龙啊，或者是绿鬣蜥啊，那甚至还有像那个蛙类啊，比如说斑腿树啊这一些。然后他今天一直听到就是学者要跟他们要钱、要经费，但是他看不到任何成效。那说真的，其实国外编列的预算每年可能是上千万、上亿在处理这个事情。那台湾其实真的如果去查的话，你可以看到每年预算可能是6位数，好一点的可能会到7位数，当然其实都非常的少，因为一年的光你要派遣人力的预算，还有设备的预算，其实远远超过这个金额，因为它是一整年的。喺苗栗案发他的时代，民众是去扫描去寻各种奇奇怪怪的动物，两下班呢就买得到。喺无法调开个人情况下，有个人的观念就决定呢，一定有伤害性的物种，喺宠物也很麻烦呢。大家要有共识，才能够做外来生物防治的一个前线。那你再多的法、再多的钱、再多的学者投入研究，如果一般的我们的民众没有来共同了解，或是一起来做行为上的一些控制这个问题还是永远都会有漏洞。
问题係人初時呢，當然係要靠人來解決。之前喺台北市立動物園喺做保育員工作嘅林偉賢韓國劉怡玲，因為當介意爬蟲類嘅生物，1年前並提嚟投入，佢係也見靠大家認識爬蟲類，韓國推廣生命教育課程為主嘅成堂。我們其實開這間店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說，哦，你喜歡，你不見得要飼養，你先過來看。然後我們有些互動課程，或者說我們可以跟你討論說，因你的狀況到底適不適合飼養。对，他们要曬燈，然後就會搶那個位置，就很可愛啊。可是就是飼養上還是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。它畢竟不像小貓小狗。對。介意見呢，每天就會學見呢，總共爬蟲類唔係硬呢，平常吸到人學嘅機會，每位一條寵物，而學見呢就有很難樣嘅條件。因為你沒有管理好，你的動物可能會生病、死亡或者逃逸，這對於這整個就是環境，或者說對於你自己，或者對於這隻動物都不好。所以說，我們就希望說，我們有一個很簡單的，就是飼養或是就是教學，或者說借我們店的整個擺設，然後讓大家知道說，其實爬蟲動物可以。哎，寶妹，好了好，好。對，有時候它就是會有這種對受控。它其實應該是看到它們，然後就生氣。可是你看它其實剛剛張嘴，它沒有要咬我，它只是違和。它們就是這樣，對啊。對啊。對，所以這個真的不是說每個人都，就是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。必須要有那些專業知識。好啦。寶妹係劉怡玲時常會帶出去上課嘅，性格天嘅迷途視角啥，唔過有時嘛會發現題。睇面嘅迷途視角啥會上到1公尺到2公尺安長，故所愛請法律秘書來學。因為今年係特殊嘅方生發嘅爬蟲類，故所有漸有利嘅招嘅，除了要招人，還會開鎖條例。故所愛學今年真正愛先想清楚來。因為以前有些人養，他們可能是看到這個小的，就上面這個，他們會覺得它其實是小小，就是小小隻很可愛，他們沒有想過說它會長到很大。然後大的話，他們大又很厲害。其實你看我們所有都有上鎖，因為他們全部都會開門，所以一定要就是要做好防逃的管理，因為他們真的就是爬蟲類很聰明。右膝，然後15號日的晨曦。成年人青底下，他講弄好新式的東西，故所佢冇傳入新的物種。也下政府有冇乜嘅有效嘅管理機制，形成確實的將門類嘅情況，故所強生育嘅生物現象係按算的到位。